如果講起香港動畫，大家會諗起啲咩呢？係麥兜啊，定神雕俠侶啊，定成語動畫廊啊？哇，搞唔掂，越講越老。但整體嘅係咧，大家嘅印象咧都會較為老少咸宜，受眾比較廣嘅作品。咁講密啲咧，就係佢哋嘅商業考量比較多，更多似係做件產品出嚟，作者想或者可以表達嘅嘢咧就未必好多。咁麥兜故事同菠蘿油王子嘅除外呢兩套堅嘢嚟嘅，咁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下。咁今次世外呢套動畫咧，我睇完第一個感覺咧係香港一套咧非自知嘅動畫咧，居然可以冇框框到製作到一套講甚至畫面上表達咁成人咁得，亦有暴力同血腥元素嘅動畫電影。大概我睇嘅過程中咧，個聲值咧 drop 到好似睇來自深淵或者魔法少女小圓咁。睇完咧對創作團隊嘅勇敢嘗試咧感到好敬佩嘅。好，咁今次開場白咧就講得有啲多，咁都同往時一樣啦。我會講下咧我對呢套戲嘅一啲睇法，好同唔好我都會照講噶。好，開播。咁我講下優點先。首先喺故事方面咧，同我頭先開場白所講啦，係喺香港呢個動畫界較為保守嘅地方咧，做咗一個好大嘅嘗試。咁當中咧唔淨止佢偏成人嘅畫面表現手法，而係佢嘅內容內涵咧都係比較晦澀。咁當中牽涉到生死啊、輪迴等嘅內容，而敘事上咧都唔係直白咁跟住主角去講故事，反而係時序調亂，結成一個咧似係多線並行嘅故事線。咁呢種做法咧令電影多咗一種咧睇完之後就會原來啱啱咁搞係咁解啊，跟住有種恍然大悟嘅感覺。咁當然啦，我個人覺得可能隱晦少少咧，可能會再好一啲嘅。咁呢種方式嘅敘事咧，亦處理得好 smooth。咁感覺到剪接同劇本咧都打磨得好犀利嘅。咁而故事內容上咧，因為偏殘忍同黑暗啦，所以令佢咧好帶動到情緒。咁當然並唔係一味賣慘嘅，而係有計劃咁俾你 feel 到咧角色無法擺脫嘅命運，佢哋單純有愛嘅行動咧帶嚟嘅感動。咁各方面咧都感受到呢個故事嘅成熟。咁雖然咧結局上係有少少 rush， 但以2個鐘嘅內容量咧，單論故事上咧，我覺得已經可以達至國際上比較上班嘅級數。而畫面同美術方面咧，整體上我覺得係上乘嘅，雖然都有啲沙石。咁我講咗好個方面先。咁畫面上有一啲構圖咧，特別係世外呢個空間咧，美術設計好有心思嘅，亦參考咗唔少宗教啊、各地文化嘅元素，有好多好華美嘅畫面，令人覺得咧好似睇緊日本動漫嘅感覺。而動作戲方面咧，佢用上咗一啲 CGI 咧，增加動感同刺激感。咁成件事咧都貼近翻日系動畫嗰啲打鬥嘅質素嘅。咁但係有沙石嘅位置咧，就係佢電影前半嘅一啲動態畫面，可能我啱啱開始睇嗰時咧未適應到佢嘅 frame 數啦，加上角色有時可能光影不足啦，導致喺立體感不足嘅。咁有陣時就會覺得好似睇緊 PowerPoint 動畫咁樣。而畫面構圖上咧，雖然有好多都令人驚豔嘅，但係有啲就忽然之間變得好平面。咁我認為呢兩點咧，可能係因為成本同埋經驗不足所導致，所以都係種不可抗力嚟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就會講一啲好個人嘅，比較覺得呢套戲可能可以改善到嘅位置。咁講自己真實睇法，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第一個好直觀嘅問題咧，就係配音嗰方面。咁其實整體上咧都 keep 到普通香港動畫配音嘅質素，但係有個別有個角色咧，咁我唔講係邊個啦。咁配音員要演繹嘅角色咧，個情感衝擊比較大，但係出到嚟嘅效果咧就係有種唔夠力度嘅感覺，甚至有啲棒讀嘅感覺。咁而第二點咧就係氣氛嘅把控。咁其實呢個好睇個人嘅，咁或者係咪個作者希望咁樣 present 啦？咁因為我睇嗰陣時咧就覺得電影咧過分壓抑，未有足夠嘅喘息空間，咁睇嗰時咧就唔係好舒服。咁當然其實套戲咧亦有喘息嘅空間嘅，咁呢個咧就歸功於張繼聰一個叫黑天嘅角色，咁一個做事認真有實力，但係又有啲搞笑嘅角色，咁佢嗰種有啲似張家輝化骨龍嘅對白咧，令到呢個壓抑嘅故事咧有翻少少新氣，咁呢個處理係相當唔錯嘅，但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唔夠，如果再多翻少少就會更加好。仲有一樣私心覺得咧，佢可以做多少少嘅元素咧，就係老實講套戲其實冇咩香港元素，變咗好似咧係任何一個國家有能力嘅動畫師咧都可以做到呢個故事感。咁呢個真係單純個人諗法嚟嘅，因為就算係宮崎駿咧，佢第一套原創作品《風之谷》咧都係唔多日本元素嘅，所以真係冇一個真實答案。咁呢度係一套咧為香港動畫開展咗新一頁嘅電影，咁喺故事同美術上咧都達至國際水平嘅，即係製作上受限咧，所以有少少沙石。咁睇完都令人好期待咧香港動畫電影嚟緊嘅發展。所以今次飯大喜愛指數10個飯團有8.4個飯團相當喜愛。咁如果你中意條片咧，可以俾 like 同 comment 同埋 follow 呢個 channel， 同埋可以喺下面咧 follow 埋個 Fat 同 IG 咧，得閒同我傾下偈。好，下次再見。